你有幾耐冇飲過亞洲沙士？你第一次飲沙士係乜嘢時候？你仲記唔記得以前賣幾多錢一樽呢？1946年亞洲沙士一出就轟動廣州，第一年賣出200萬樽，第3年直接突破500萬樽。嗰個年代汽水仲係奢侈品，可以有咁嘅成績，簡直係飲料界嘅大哥大。到2023年，亞洲沙士所在公司仲有1.97億營收。2024年雖然跌到1.75億，但係亦都係證明依然活躍。不過問題嚟啦，喺廣東佢係童年，喺外省佢係藥味怪水。有人講廣東人飲沙士係飲回憶，全國其他地方嘅人飲沙士係體驗飲涼茶加汽水嘅味道。點解亞洲沙士將近80年都走唔出廣東？本期同你揭開背後嘅3大秘密。廣東人從細飲到大就係飲涼茶，習慣咗清熱解毒、下火去燥嘅味道。涼茶唔係飲料，係藥湯，但係偏偏飲到變習慣，仲覺得冇涼茶嘅日子簡直難捱。於是乎，當年亞洲沙士用草本加汽水嘅配方，沙士推出之後，廣東人完全冇任何嘅違和感，甜入面帶少少藥味，涼中帶些少陳皮嘅甘草味，再加上亞洲沙士以前係用玻璃樽掛喺小賣部門口，一蚊一支解暑神器，有我咁好氣，冇我咁長氣，有我咁長氣，冇我咁好味，就係咁樣。一代一代嘅廣東人就喺呢一種街坊氣氛中長大。90年代百事入股，結果唔係大力推廣，反而直接雪藏，導致亞洲沙士差少少消失，一代國貨差少少死喺外國人手上。2009年香雪製藥出手收購，打出經典沙士嘅概念，想用中藥萃取加國潮翻山，結果市場冷淡。嗰幾年飲料圈大洗牌，沙士難掀大浪。2022年鷹金錢接力，終於救翻亞洲沙士。2025年紅棉股份斥資9000幾萬收購，直接攞到100%嘅控制權，將沙士塞入自己嘅飲料矩陣，同廣氏菠蘿啤變兄弟。一樽沙士背後幾代股東輪換，可以咁樣講，你飲嘅唔係汽水，而係資本嘅故事。從差啲死到翻山，再到今日重回嶺南國企懷抱，沙士成為老字號復活嘅樣板。2023年營收1.97億，淨利2000幾萬。2024年營收跌到1.75億，淨利只有1657萬，生意唔算差，但係勢頭下滑。廣東老街坊仲飲緊，不過飲嘅係童年，飲嘅係情懷。問題係情懷能夠一時，但係救唔到一世。沙士要走出廣東，必須揾到全國話語，但係幾十年都未成功。沙士走唔出廣東，其實唔算失敗，佢係廣東人飲料 DNA 嘅一部分。佢陪伴幾代人，從童年到成年，全國人未必懂，但係廣東人懂就已經足夠㗎喇。正所謂唔係每個國貨都要走出全國，有啲飲料守住一個地方嘅味道記憶，已經係最大嘅成功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